產後容易攰咧，就要補氣血。如果產後咧總要甩頭髮咧，都要補氣血。產後咧面黃，亦係要補氣血。即係使唔到大幾千蚊，但係記好簡單嘅一招就夠啦。第一，產後容易攰咧，就要補氣血。咁氣血咧就好似我哋身體嘅原動力啊，生產同埋捱夜啊，都會損耗寶媽大量嘅氣血。咁如果氣血不足咧，就容易出現一啲走路攰啊，講嘢又容易攰啊，甚至連瞓住都覺得攰嘅，瞓得時間長咧都難恢復嘅情況。第二咧就產後容易甩頭髮，呢啲咧都要補氣血啦，因為咧髮係血之餘，氣血不足，咁頭髮咧就會失去濡養啦，就容易乾枯啦，大把咁甩啦。第三咧就產後面色暗黃，都要補氣血啦。氣血不足咧，皮膚得唔到滋養，面色咧一唔係咧好蒼白啦，一唔係咧就發黃，而且都好容易長好多斑點。其實咧補氣血咧係一場持久戰嚟嘅，而產後1年咧就係呢個氣血修復嘅黃金期，咁啊可以使用呢個當歸益血口服液，佢係由咧阿膠啦、黨參啦、北芪啦等9種嘅中藥材嚟組成嘅，咁啊有氣血雙補嘅功效，咁入邊咧仲加咗咧成段嘅當歸，咁啊使成個方咧更加有針對性啦。咁說明書上咧都寫明咗啊，佢比較適用於呢啲產後體虛體弱嘅，千祈咧唔好等氣血虧空嚴重咗先嚟後悔，而家咧就要開始補翻啦。大家記低未呢？